谓的节日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殊胜。同样的，在藏族人或者是在汉族人，都对这个新年呢，就所有的节日里面，一年的所有的节日里面，当做是最殊胜的，就是共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在我们佛教徒，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就是最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缘起，万物一切的法都是以缘起而产生的。所以呢，就是好的缘起跟好的因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一年的开始，也可以这么讲。所以我们佛教徒呢，特别需要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发心，要发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也是一样，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今天是这一年的又是一次的开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心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点。因为每年为什么在大年初一的晚上都是安排一场法会，也是一种缘起最殊胜的时间，我们就是作为最殊胜的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一年，我们主要是大年初一的话，就是大家都是不用去上班的时候，所以比较有时间可以来参加法会，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也可以趁这个殊胜的这个时间来可以做殊胜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个法会来说就主要就是修持，就是莲师财神财神是非常重要。因为修财神法不光是为了我们时间的这个金钱而已我们就是要为了从根本上圆满我们的福报。从根本上圆满我们的福报，那就不光是我们实践的事情顺利，或者是不光是赚钱什么发财等等的，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圆满。然后就这个实践法以佛法两个方面来说的话，也是都需要圆满的话，就是要有福报；都需要顺利的话，那也是需要福报。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增加福报，为了能够可以，我们就今生或者生生世世当中能够圆满成就佛果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的法会上，也是主要是修吉祥法跟财神法。